选举要到啊，即嘛传出讲中国招待咱台湾的里长带团去中国观光，佮甲因洗脑讲爱支持某米人。外界认为这就是中国介入咱台湾的选举，也过中国讲无。中议会主委邱泰三昨昏是讲，中国若无介入选举，就毋是中国啊。连声明书亦是中华华南协会成员郑志成进前受国台办邀请，招团到中国旅游，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信托法顶罪团犯，公布了后出面强调家己的清白。你要用选举罢免法来起诉我吗？你那证据不足啊！我又没有特地的要去针对哪个候选人或者哪个政党去支持，做这样子的表态。接待者都是所谓中共的地方台办或者是统战的部门，那这个当然不言而喻，应该都是跟选举有关吧。特别是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期待所谓的正确的选择。不过，刘议会主委邱泰三认为，接待就是中国是要影响台湾选民的手段之一。佢表示，中共若是无介入选举，都毋是中共。伊也佮向北京发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。Beijing should assume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power. It should stop intimidating and coercing Taiwan. We can progressively eliminate the spiraling hostility. This is a highly insecure, not secure and confident leader. The regime sees demons and enemies everywhere. 参加学者分析，习近平导览台湾政权不稳定，也和中国经济发展受阻。这是《纽约时报》专访总统传闻也指出，中国内部面临经济、财政加政治难题，目前无加可能还台。Overwhelmed by its internal challenges. My thought is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a time for them to consider a major invasion of Taiwan. 蔡总统指出，在 APEC 拜习会上，习近平已用答案，可了解两岸和平是国际社会共识。不过，也同时强调台湾人民依然努力强化防卫韧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